一條高質嘅牛仔褲應該係以傳統嘅工序製造，但有唔少嘅製造商為咗減低成本，喺紡紗、染色方面都偷工減料，破壞咗牛仔褲應有嘅傳統精神。講牛仔褲第一樣嘢要講，梗係講棉紗啦。因為冇咗靚嘅棉紗，就織唔到塊靚牛仔布。咁一條靚嘅棉紗，其實裏邊係由棉花慢慢將佢紡紗變成一條棉線。就例如呢條咁樣。咁其實裏邊好容易俾你知道係咪真係100%棉，因為棉紗紡出嚟嘅棉線呢，係可以還原翻變成棉花嘅，但係好多牛仔褲因為佢加入好多尼龍啊各方面嘅成分呢，當然佢又冇可能會還原翻棉花啦。真正嘅棉嘅好處係咩呢？一條全棉嘅牛仔褲，佢個立體感係遠遠高過立體剪裁嘅牛仔褲。因為棉嘅特性就係可以圍繞住你嘅腿，圍繞住你嘅腳，去平衡翻成條褲嘅剪裁。如果簡單啲嚟講，一條唔係全棉嘅牛仔褲呢，你着咗上身係會貼住你嘅腿嘅。但係一條全棉嘅牛仔褲呢，着咗上身之後呢，佢包圍住去 balance 你隻腳，所以你唔會見到條褲係凹着去。所謂嘅棉線呢，佢仲要分唔同嘅粗幼度，喺唔同嘅粗幼度嘅運用底下呢，就可以織出唔同厚度、唔同磅數嘅牛仔布。而呢個牛仔布亦都可以發揮喺唔同設計嘅實用價值上。傳統牛仔褲係14安士，14安士嘅牛仔布，大家我諗想像中會知道，譬如某啲牌子或者平時喺市面上見到嘅大部分都係14至13安士嘅啫。咁13、14呢個安士嘅時候，大家要去用手感去摸呢，未必摸出嚟嘅。咁但係當我俾條17安士、19安士、20安士嘅時候呢，你有好明顯嘅感覺，真係好厚啊！真係有個口感喺度。唔同嘅中橫嘅棉紗就可以織出唔同厚薄、唔同磅數嘅牛仔布，就可以發揮到設計師喺唔同設計嘅需要上出到一個效果。牛仔褲嘅藍色其實就係叫做 indigo。呢隻 indigo 嘅植物呢係天然嘅。咁喺坊間大家所買到牛仔褲呢，大部分都會用 indigo。再加入一啲化學嘅成分，令到個 indigo 比例可以唔使咁多。不過 indigo 越高，成本就越貴，售價亦都係最貴嘅。
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大家可能要有啲抉擇啦。所以玩家嚟講會揾一啲較為又能夠達到佢嘅要求，而且價錢又適中嘅 Indigo 牛仔褲。剛才我哋講過，棉花變成棉線，喺棉線成為棉線之後呢，係要先將呢個棉線染成 Indigo 顏色。咁有好多都係可能落個染缸，由染缸再升翻起，即係染咗第一次嘅時候呢，佢要升翻出嚟吸收氧氣，作為一個氧化作用。做完氧化再染第二次，再上翻嚟，如此類推，平均都係要10零次。咁有得10零次染色嘅棉線呢，其實入邊嘅色層已經有十幾個色層。當條牛仔褲由客人着咗一段時間出現嘅色落呢，呢10幾個色層呢就可以發揮佢功力啦。因為每一次嘅摩擦，每一次嘅身體嘅接觸，就會將呢個 Indigo 磨走咗，慢慢就會變成唔同嘅層次，即係話佢嘅色階可以有10幾層。牛仔褲吸引人嘅地方係咩呢？就係買翻嚟嘅時候死咕咕嘅藍色，咁樣點樣可以着到變成咁好嘅色落呢？問題就係染色嘅時候係咪做到一個好有深度嘅效果？呢一個染色咁睇起嚟嘅時候呢，係發覺唔到佢染咗幾多次嘅。所以一啲有名氣嘅復刻品牌呢，佢就會有一個特定嘅要求，平均就係要去到10幾次。10幾次嘅染色呢，當你着耐咗之後呢，每一個磨損色落，我哋叫色落，喺色落嘅情況之下呢，可以表達到更加豐富嘅顏色比例。即係話呢10幾次嘅色落呢，其實佢就可以表露無遺啦，令到你呢件牛仔衫或者牛仔褲有一個更加豐富嘅色落效果。坊間大部分見到嘅牛仔褲，可能表面上一樣嘅，都係藍色嘅啫。但係如果你經過人嘅操着、操練之後呢，佢嘅色落得唔得就會真係表露無遺啦，冇得嗌人嘅。為咗呢樣嘢呢，有啲品牌可能會減低成本，將個次數可能2、3次，其實都係藍色嘅喎。Indigo 個成分比例可能好少，染出嚟都係藍色嘅。去到咩情況之下先會發現呢？就係可能你着咗一段時間先知死火啦！原來佢個色落唔靚，就知道佢染工唔到。原來1分錢真係1分貨嘅。棉線我哋準備好啦，要染嘅 Indigo 棉線亦都準備好啦。呢兩個材料有咗之後呢，就係要織機。呢部織機個重要性呢，就非常之緊要嘅。點解呢？如果我哋有一部傳統嘅織機，我哋就可以將呢2條好靚嘅棉線發揮到織出一個好靚嘅牛仔布。咩叫傳統織機呢？40、50年代開始喺美國嘅超級品牌就已經開始用最古老嘅織機、傳統嘅織機去織牛仔布。而呢隻牛仔布嘅織機呢，就係用膝圖，呢支叫膝圖。入邊呢支就係橫棉。牛仔布嘅組成呢，就係一橫一直，一橫一直嘅橫棉經過一部老織機，用個織梳左右穿插就可以織出一塊牛仔布。但係有一個弱點，就係舊嘅織機所織出嚟嘅牛仔布呢，平均係得31寸風嘅啫，最大32。咁呢個情況之下，你諗下，同樣可以織50米，
通常一卷布可以行到50米。同樣50米嘅布，但係得31寸風，可以做出嚟嘅牛仔褲可以有幾多條咧？一條牛仔褲係2.5米。而家現代嘅織機咧，個風咧係可以去到10尺8尺嘅，10尺8尺嘅織機織出嚟，同樣係50米長，佢可以做到幾條牛仔褲咧？而且佢嘅速度係更加快，因為佢更加快，更加唔可以用全棉嘅棉線。全棉嘅棉線咧，如果係過度快嘅話咧，係會斷咗嘅時候咧，佢哋重新停一部機，重新再織。所以用一部古老嘅膝圖織機，佢嘅要求仲要行棉嘅話咧，行全棉嘅話咧，佢嘅要求係會非常之嚴格嘅。而家嘅織機佢唔會同你慢慢將一個膝圖入邊嘅棉線呢條就係橫棉，橫棉織到一段時間去換，先至可以再織下一次。所以你要發現到，如果靚嘅牛仔布真係舊嘅咧，喺佢每一個位置咧，你都會見到佢橫棉嘅駁位。所以玩牛仔褲嘅人咧，佢會睇一條褲嘅 wet line， 呢個叫 wet line， 我所謂嘅布邊。睇佢個 wet line 就會知道佢係咪用老嘅傳統織機。一塊靚嘅牛仔布就織咗出嚟啦。點樣可以將呢塊牛仔布變成一條靚牛仔褲咧？最先我哋要將喺2.5米嘅牛仔布裏邊剪裁成13塊唔同部位嘅部件，而呢塊13塊部件就將會變成一條靚牛仔褲。喺靚牛仔褲嘅車縫裏邊咧，其實有特定嘅要求，通常就會用一啲舊式嘅衣車，譬如呢件咁咧，就係1920幾年嘅衣車。1920幾年嘅衣車，因為佢嘅韌力夠大，所以加上100%嘅棉線就會縮水嘅。當呢條棉線車咗喺牛仔褲上面嘅時候，經過佢嘅縮水咧，呢個味道皺紋嘅味道就會表露無遺，令到一條褲咧可以話栩栩如生。跟住落嚟，牛仔褲嘅傳統車法其實有特定嘅要求，譬如你好容易會見到一條牛仔褲入邊咧會有鎖鏈線，鎖鏈線係一個常用嘅一個步驟。其次咧，佢嘅褲耳咧，佢有獨特嘅車縫方法嘅。除此之外 ，wet line 我哋所謂嘅布邊就好重要啦。喺牛仔褲嘅傳統車法裏邊咧，某幾個部分咧必定會見到佢嘅 wet line， 包括錶帶啦，又或者係褲邊啦，呢個就係必備嘅。一條靚嘅牛仔褲就做好咗啦，大家可以喺着用嘅時候花多少少心思，將呢條褲着好佢，靠你啦！